用弟姊妹們，我看到呢度書中到生到人將嘅見，嗱，我都想到一個見節，在呢個一彼得1:24甲25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隆中生嘅嗰樣，都係像草一樣，一切嘅功用都係了嘅花，熱前鋒都係臭核嘅意思樣講到，草臭核。花都被臭黑一樣，但係上帝嘅話語都係永遠嘅，上帝嘅話語永遠冇過，從往擺見下到永遠都冇切。嗱，隆中世界呢啲生嘅未切未滅亡，其他嘅人類都好，都係世界呢假設人講見，但係上帝嘅話語佢講都係永久嘅。嗱，上帝嘅話語你接嚟講咩呢？也出嚟講上帝嘅話語，出現嘅傳出嘅福音，福音係咪呢？福音要講我上帝嘅愛，所以呢個羅馬書1:16節咁樣講到，因為當我要強嘅真嘅信心對於呢個福音，因為到呢個福音要上帝嘅大能，本隆中人相信佢撒得救，係咪人都好，阿所以就謙卑嘅心。你相信呢福音傳出去，你嘅心中你相信，你求你信任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因為到上帝嘅話，上帝嘅福音永久嘅，要做唔會切唔會滅，每人相信你都得到永遠嘅生命，也就係每人要聽我呢個福音進行嘅傳出去，要集愛心，要渴慕嘅心，打開你嘅心去相信佢。打開你口嘅信任，耶穌基督係你嘅上帝，係你嘅救主，你都得到你永遠嘅生命，因為到你上帝嘅福音，本隆中人得救，叫樣嘅大能，本隆中人得救，萬人相信嘅啥得救，就大家要樣嘅心嚟相信，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在上帝裏面，阿門。